今日同大家一齊開箱遠紅外料理煲，睇下有啲咩配件先。首先有說明書、電源線、隔熱把手2對、保護膠條2條、煲蓋、芯主鑊、發熱底座。成 set 就喺晒呢度啦，幫佢着返套新衫先，再嚟變身。歡迎進入勁過分子料理嘅低溫煮食新時代。着機睇睇點用先，快速使用指南有晒圖解，一目了然。首先長按紅色掣2秒開機。溫馨提示：啲燈掣肉眼睇係唔會跳㗎，睇得好清楚，可以放心。轉動就係揀功能，扭動選擇時間，按一下確定，再扭動可以選擇溫度，揀定離手，閃5下開始升溫，長按2秒 cancel 或者關機。整體比 A4 紙大些少，夠細部夠慳位，分體式設計就方便晒日常清潔啦。呢個遠紅外料理煲就犀利啦，遠紅外穿透式傳熱，可以令食材內外同時煮，做到快速低溫烹煮，keep 翻食材原汁原味。煎牛扒可以鎖住水分，更加 juicy，快啲帶返屋企試試啦！